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10月12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回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明仔载投票，立法院长韩国瑜过去发起罢免韩国瑜的罢韩四君子，拢到家人投票。三都市风台过后，行政院长杜英台头摆到高雄勘灾，市长大家卖呼吁国会通过预算，卖延迁治水计划。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评选人权绘本，以故事来讲人权，今年为16件作品经5件按算实际出版做绘本。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明仔载就要投票，今仔日立法院长韩国瑜就参谢国良斗阵车队扫街求无同意票。罢良的团体是加强宣传，过去发起罢免韩国瑜的罢韩四君子，也到现场赞声。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基隆市长谢国良同齐比手势画口符，谢国良罢免案明仔载就要投票啊！那赢全力为国良做最后冲刺，台中市长罗秀燕、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甲韩国瑜拢来陪同扫街。韩国瑜发声爱反对恶意罢免，高自我口说谢国良刚去选总统啊，互现场一流笑声。他去选总统了吗？没有。如果他去选总统，你还可以罢免。绝对不是只有关系到基隆而已，而是关系到整个台湾的社会安定。台北市长蒋万安甲新北市长侯友宜等人拢会出现挺善良的选情之夜。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更加发出加急动员，要求党籍立委全体出席。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反罢良，展现另外一种拉白合。10月13。罢韩四君子就把家人到海洋广场挺罢免谢国良，发起罢免的公民团体，那把握时间拼了者暗时也举办暗会，希望推出更加多罢免同意票。民进党秘书长也是前家人市长的林佑昌表示，那家人市政做得好，根本都袂贴良，呼吁谢国良应该回应公民团体诉求。希望这些所有支持罢免的民众都可以在10月13号这一天一起出门来去投票。如果做得好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裁量的事情，包括种种施政上面大家觉得很离谱，还有包括他自己的一个发言。罢良团体除了加强宣传谢国良施政欠点，列出罢免理由，暗时举办的家人换新衫集会，包括联电创办人周兴成、董事长甲团拢会出现会场，诉求会当成功罢免谢国良。罢免案投票进程的最后一天，贴良甲顾良阵营拢安排造势行程，被争取更加侪民众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三都市风台升等高雄，但是行政院长杜英台一直无到高雄勘灾，是引起讨论。今仔日杜英台参高雄市长陈其迈到桥头的电波溪地方地勘灾。杜英台讲已经增加每年度的治水预算，陈其迈也发话，呼吁国会赶紧通过预算，避免影响治水计划。院长，朝野破局怎么办？对调也敢若无达成和解问题，行政院长杜英台无回应，哪甲里长拍招呼，哪行向干部会场。杜英台10日南下高雄，甲市长陈其迈斗阵勘灾，又已经是赛后第9天啊。杜英台第4头一季就先下失礼，讲表示看晚来了。对不起，来晚了，551亿，这其中有159亿是在7月以后我们才增加的。过去花了那么多的钱跟时间，我们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还有一些系统性的工程，到最后末端我们要完成。强调政变治水有算，因为高雄无到3个月，连续拄到雨量破纪录的凯米风台，也佫带来17级以上强阵风的山图尔风台，加上山图尔总财损就超过31亿。杜英台勘灾头3到桥头无聊的电波区、扣水池，也了解者后续的改善工程。针对两岸护岸高度不足的地方，再予增高。另外，自容尺的部分，我们发现可以再透过把自容尺加高的部分去增加它的自容量。恳请国会能够尽速的审查预算法案，不然真的会影响到我们高雄在明年跟后年分期的这些治水的计划。勘灾都变做定情大会，除了陈其迈呼吁有算袂使起条例，立委也要求强化高雄电网。经济部长郭志辉回应，总统赖清德已经指示台电在未来4年内进行全国电网改善工程的计划，总预算有5600亿，相信做回来改善受灾区电网的强度。记者综合报道。
一间伫咧台中丰原的工厂，今仔日半暝晚3点起火烧，工厂负责人一家伙仔4个人拢掉伫咧2楼，加在互消防队救出来。虽然4个人拢互因砸着伤，不过当送病医了后，拢确认无性命危险。工厂内底火烧甲真猛，消防队到现场布水线灌救。台中市丰原区丰原大道3段一间工厂，12号半暝2点外发生火警。工厂负责人厝主一家伙仔4个人住伫咧2楼，消防人员是赶紧架设楼梯来抢救。附近的住户发现火警，第一时间报案，但是有员是心惊惊。冒黑烟，冒蛮大的火势，那个黑烟蛮大的，打119，我就打过去了。现场是2层楼高的建筑，小面积大约200平方公尺。消防队派出20车41个人到现场，火势伫咧3点45分拍花。厝主阿某甲一对后生查某囝拢去顺利救出来，但是拢有吸入性的割伤。厝主甲查某囝救出来时阵意识不清，4个人拢去送去病院救治。二楼有民众在房间里面透着铁窗来待救，来呼救。那我们消防人员立即采取这个人民搜救的一个战术那顺序分别救出受困的父母和两位子女。那目前均有生命的迹象，都已经送医了。12号日时，消防火调人员是来到工厂了解状况，4名伤者拢已经转送中国医药大学附属病院，目前意识拢已经清醒。另外，起火点甲起火的原因也阁有待调查。记者台中报道。来关心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以色列连续2天攻击黎巴嫩境内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基地，有4个成员受伤。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以色列的行动。法国阁调解以色列的大使，表达不满。针对以色列国防军伫过去48点钟内底连续2摆攻击驻扎伫黎巴嫩境内联合国伊号部队基地，造成4名伊号士兵受伤。美国总统拜登则强调，绝对有必要停止对联合国人员的攻击。除了阁出席当协峰会，联合国秘书长则一直强烈谴责以军的行为。Was naturally a reaction from many sides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acekeepers that were wounded, and in telling Israel very clearly that this incident is intolerable and it cannot be repeated. 以军伫7、10甲11连续2天空袭黎巴嫩南部纳库拉镇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伊号部队基地，总共造成2名印尼甲2名斯里兰卡籍的伊号士兵受伤。黎巴嫩政府要以军马上撤出该国。印尼外长严厉谴责以军的行为。意大利国防部长认为以军已经触犯战争罪。另外，德国、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也来谴责。联合国驻黎国伊号部队则有发表声明，强调以色列2天攻击共一地点，已经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律。法国700名士兵支援黎国伊号任务。法国外长调见伊国大使，要求解释。法国、西班牙甲意大利领导人在出席地中海国家峰会时，又发表联合声明，严厉谴责以军，同时呼吁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Tout à fait inacceptable de voir les troupes de la FINUL visées délibérément par les forces armées israéliennes. Nous le condamnons, nous ne le tolérons pas. España comparte el que la comunidad internacional debe suspender el envío de armas a Israel. Lo hacemos desde España desde hace tiempo, no vendemos armas a Israel desde el comienzo de esta guerra y la lógica es sencilla, sin armas no hay guerra. 联合国驻黎巴嫩伊号部队由来自大约50国的100名军人组成。1978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了成立，部队成员也被叫做纳奎。主旨是确保以军撤离当地。2006年，以色列甲真主党爆发战争了后，联合国扩大伊号部队的编制，稳准部队成员伫以色列甲黎巴嫩长120公里的边界，也就是所谓纳线缓冲区巡逻。根据黎巴嫩官方数字，以色列最近对该国空袭已经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国视新闻郑婉琴编译。南韩军方证实，伫咧11暗时，北韩国向南韩放今年第28届的喷射家规。也若北韩方面也指控南韩为顶礼拜开始有3摆使用无人机飞到平壤，也反北韩的宣传单是违反国际法。北韩国营电视台12早起罕见的透过多篇的新闻报道，指控南韩这个月已经连续第3摆利用无人机飞到北韩首都平壤顶面，散发大量反北韩传单。 적대적이며 악의적인 불량배 국가인 대한민국이 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의 수도 평양시에 무인기를 침투시키는
엄중한 정치 군사적 도발 행위를 감행하였다. 北韩外交部伫声明中指出，南韩伫10月初3甲初9了后，初3暗，搁出动无人机渗透到首都平壤市中心顶面，散发大量反北韩宣传单，损害北韩国家尊严，恶意造污社会主义制度。声明也强调，北韩国防部、总参谋部甲军队已经开始为应对一切情况做准备，呼吁南韩随停止惹事，搁加警告，这是向南韩发出的最后通牒。若南韩搁以无人机侵犯北韩领空，北韩会无发警告，随采取报复行动。不过，南韩国防部长金正现在亦否认军方要进行相关活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会确认监视属于民间组织所做的，同时也指控北韩在伊早起甲暗时，搁开始向南韩投放大约40粒喷射气球，这已经是今年5月以来的第28摆，内底带有大量家庭喷射废纸甲塑胶，并无发现明显有害物体。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来看国内的消息，金华城刚要停工是引起争议。台北地方法院昨回函予台北市政府，讲金华城刚要继续施工，毋是因的裁定事项，请市府按照职权来处理。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是发文讲，目前并无法条会使下令随停工。金华城是毋是停工？台北市府昨个初7发文予台北地院确定是毋是会使停工。北院11回函指出，金华城是毋是继续动工，毋是裁定的事项，请北市府依照职权来处理。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伫面书发文，依照无罪推定，市府依法不有施工勘验，也阁无一条法令会使依据随停工，也强调依法行政就是公务员上大的魄力。如果不予施工勘验，继续施工怎么办？蒋万安回答我就是勒令停工。那怎么会现在会说没有法律依据呢？那蒋万安讲的话是屁话吗？在议会答询议员的话是屁话吗？市政府目前讲的这个方式呢，我觉得是他们目前现阶段可以办到的事情。其他你要求他做一些不依法行政他办不到的事情，我觉得你再给大的民粹压力，对市政府来讲，他也没有办法接受。对着外界声音要求市府应该随下令停工，李树川解释，那即阵该停工，金华城有损失就提出国赔。也若按照规定，金华城起到2楼再来报施工勘验，也过市府未同意勘验。那继续施工，市府就会下令停工。军只是予1楼施工到2楼，以后也是会实际停工。不给予这个施工勘验，如果他继续的施工，我们就可以勒令停工。后续就看这个诉讼案怎么走，那市府一定会依据这一些依据来做最好的依法行政。金华城到底应该安怎处理？台北市警官处讲，也等待北检的回复，再搁做综合的考虑。法务局是讲会完整收集地院、北检相关资讯了后，配合都法局甲警管处共同研商后续是毋是停工这代志。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3大地震影响花莲的这产业。花莲县府就编10亿的预算，发超过31万份3000块的进行更予花莲人，希望会当带动在地消费观光。今仔日是发进行更的头一天，有一寡所在是排到热长，因为国外物件较认新婚，就有民众排队排到规北都火。5张200块，4张500块，花莲县3000块进行券，10日起发放。未少在地民众还未到9点就来排队。花莲县长徐正伟也透早就去发放地点视察，呼吁民众会当一户一个人代表来领，较袂遐尔客。即摆县府编的10亿预算发券，就是要提振地方经济。人进不来，货没有办法稳定的出去，所以让花莲县的整个产业这个影响非常之巨大。所以花莲县政府的紧急应变就是希望花莲自助，人助。有7日发放期到10月为止，全县185个发放点干部运作。领罐头2日是拜六，设置有各村里人发放所，有民众甲早脚同齐来，无等偌久就领到。没有很久10到12时左右。也不过也有民众替学生来领，说因为相关物件无准备坐卡关，规北都会。我还要什么身份证、银本什么的，你这不叫扰民吗？哦，你觉得流程？我那要3000万，所以流程很麻烦就对了。本来就麻烦啊，你若讲安尼，讲啥物，大家拢来排队啊。发券简单，也不过相对身份爱时间，部分地点人排真长，有人感觉电影费时间，也有人认为管理集中发放规划爱改善。
你一个人可能要领5、6个人，当然会比较慢一点点。都挤在一起哦。对啊，全部都挤在一起啊。哦，难怪民众会生气。荷兰台民众消火器，工作人员赶紧搬出电风扇帮忙降温。受控诉03、控诉27两摆大地震影响，佮加上连续大水雨甲风台，花莲县的观光业受到损动甲经济衰退。这摆发放振兴券对象是今年4月初3进前涉及花莲县的县民，有计效益包括餐饮、小卖等产业，限定券来使用，会当用到明年2月28。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的人权教育绘本定选计划，等于甲沉重的人权议题转换做故事，出版做绘本，希望让更加侪人了解人权议题。也那今年的定选计划是完成16件作品，其中就有5件优选，未来的计划出版做绘本。我们小时候看爸爸，常会觉得他有一些很奇怪的反应，然后家人都不能理解。比如说，他常会觉得家里的电话被窃听啊。何文峰大汉才知影，原来爸爸捌伫白色恐怖时期参与过抗争，少年时受政治压迫的惊吓，到大又是通为爸爸身上发现。何文峰就透过国家人权博物馆的计划，甲已了解的爸爸，想要参爸爸讲的话画做绘本。就我觉得爸爸身上的这份恐惧，实在延续太久了，就一直到就算是这2、3年，就也都还是一样，他还是不敢用 Line， 不敢用 Facebook。国家人权博物馆为2019年开始执行人权教育绘本定选计划，带参与者透过工作坊实地勘察不义遗址，访问政治受难者这寡方法，协助作者以多元的角度呈现台湾的人权故事，了后创作出绘本。大概开始的时候，差不多真正人家来做出发吼。随着这波改来吼，其实就这议题拢慢慢的扩散，比如讲为讲环境议题。为讲人类基本权利的问题，像这类的议题，出版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起商业性或是教育意义比较强的作品，它出版的机会相对的减少。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很需要就是公部门的介入。今年的计划完成16件作品，有5件作品入选优选，未来计划出版做绘本。人权馆希望透过这个绘本，甲沉重的人权议题转化做故事感受，让后一辈囡仔人自细汉建立人权的概念。记者郭谢桂林新闻报道。新竹县竹东镇过去是台湾的林业非常重要的所在，市区内的观光宿舍是捌见证迄时的好光景。林业署甲宿舍修复，找老员工来讲过去的故事，也举办展览，让大家知影这段历史。像这个就是在木头，从清泉哦，那个土城那边再到竹东。老员工讲历史，过去的场景就那亲像伫眼前。今年92岁陈英林，民国86年退休，对林务局时代就住伫遮。伊讲过去竹东林场店遮。林业对当地发展有真大意义。竹东林场在这里的吼，变成很多木材商都要到这里来采购木头，游客有些像要去山上玩，也要到竹东来集中。所以竹东当年大概民国50多年的时候很热闹。那时候竹东的木材呢又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北部的气候非常的好，所以木材的品质也相当好。新竹县竹东镇过去是台湾林业的重要乡镇，后来时代改变，林业渐渐稀微，员工宿舍把棚远去。最近这几年，林业署开始进行修复工程，除了修理建筑物，也访问老员工进行历史访谈。是集结了过去史料的调查，口述的历史，那还有一些建筑上面的一些修复的一些历程所收集出来的照片跟资料，我们透过展览的方式，把它转译成一般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透过老员工讲故事，林业署希望把竹东林场的黄金时代记录下来。说落来会结合过去的资料，做出电子册，希望把过去珍贵的林业变迁历史保存下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真侪台湾人介意日本文化，有人会去日本读册、做事，甚至是定居日本。
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帮下暗7点半，就要带观众朋友来去日本，看咱台湾的少年人伫咧日本创业的过程，安怎推广台湾的文化。这成本来10万。张宏玉伫10多年前为着学做红仔，去日本读专科的，还阁去庆应大学读研究所。前5年去真出名做红仔的公司食头路，为着创作家己的 IP 红仔，去年离职改做自由接 case 的。虽然薪水无济，不过伊是真欢喜心。要讲什么梦想，迄个伟大的梦想我较无，我就是迄个做家己想要做的物件。哎，我们大声大声声的。镜头为关东转到关西，即间伫京都卖拉面的店头，伫疫情的期间，有一寡调伫日本无法度回国的台湾人，为着互因消透思念故乡的心情，伊开始做台湾的料理。台湾竞赛希望会当伫日本推广正港的台湾味。伫日本遮，有的人会讲会拍到咱台湾的看板，啊，毋过做出来这毋是台湾味的物件，所以我想要做的是真正的台湾味。伫台湾真正快汉药，因为法规甲医疗体系，还有历史文化的差别，伫日本是真罕见，嘛无啥理解。王一定是庆应大学研究所出业的，伫日本用社群媒体宣传、甲现场活动等等的方式，希望甲台湾汉药的文化推广去更较侪所在。是我爸爸是在台湾也是开中药店的，后来是来日本留学的时候才发现，就日本没有台湾的中药，然后那个时候才发现，就是台湾中药很珍贵，然后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台湾青年伫咧海外打拼，加减会拄到困难，不过因用行动展现勇气甲坚持，写出属于因独有的故事。记者洪兆生、吴一修日本报道。落尾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31度，中部地区22度到31度，南部地区24度到31度。东部地区23度到30度，外岛地区23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